大家平安又到停通的時間，我係教大家運動，讓大家有健康的明天的見面。今天要同大家分享的課程，係針對有傷痛、病痛的朋友，唔管伊係冥禱、操禱、祈禱，攏有適合的運動。能講，適當咯，就會同到咯。接下來就聽聞先生講下來運動哦。接下來要分享的係熱身運動，你適合放鬆的時節可以作為熱身運動，冥禱、瑜伽墊當中。冥下來之後，起來動作係頸部的運動，可以先看右邊，轉到右邊，轉到大，慢慢的轉，慢慢的轉。3到5秒，再慢慢的轉到左邊，3到5秒。好，過來中間的時間，頭拿可以輕起來，膝把輕起來，再慢慢不用下來，再轉到右邊。3到5秒，再慢慢的轉到左邊。好，過來中間的時間，頭拿上頭慢慢的頂起來，頂起來，慢慢的下來，再轉到右邊。一擺可以比一擺較多轉一些些。好，再轉左邊。好，手打開來。好，握拳，打開來，握拳，打開來，握拳。用隻手卡狠。算10秒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不用輕鬆。再卡10秒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9、10。好，穩你腳，腳先轉一下，慢慢來轉。好，轉一下，一隻腳轉下來，再轉另外一隻腳，轉一下。用你踝關節不用輕鬆來，一下你的腳先轉一片。好，再慢慢來轉另外一片，轉另外一片。好，打你的腳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好，一下你的身體就慢慢的暖和起來耶。這就是簡單的熱身運動。接下來要分享的係祈禱來訓練大腿的動作。踢的動作，就左腳往前踢10下。好，你休息一下。第二條，你行從外側，踢外側，上頭慢係10下。
好，熟悉一下，熟悉一下咱咧腳。啊，體上咧，接下來行咧踢後背，吼，踢後背腳安尼往後面踢，相同4下。好，咱腳休息一下。安尼換另外一片，換咱右腳。好，咱相同哦，往前踢4下。好，休息一下。安尼一下往側邊，吼，馬上同踢4下。好。不用鬆一下，好，接下來往後踢4下，好，還能休息一下。用安尼腳休息一下。你行的伊個骨簡單，訓練安尼抬腿，吼，不管喺前面、旁側、後背，吼，可以借由按簡單的動作，安尼數板穩當的，安尼較安全，吼，較唔會驚忙到。安尼休息一下。好，好了，接下來雙腿左腳踢4下哦，開始。好，休息一下。好，一下換安尼咧旁側邊，哦，旁側邊，相同踢4下哦，開始。好，相同休息一下。喺做過程中，我剛剛講的18順緣，你行係正常的哦。好，接下來安尼再向後背踢，相同4下。好，下輪家安尼咧左腳休息一下，吼，休息一下。安尼頭拄安尼做2趟下來，左腳跟住18位順緣哦，吼，下輪休息一下。好，接下來再穩固安尼咧右腳。好，安尼右腳踢咧角度相同往前踢4下，好，開始。
好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下哦，加油哦！好，7磅會順遠呢。咁就休息一下，再來準備來做。好，側邊。好，休息一下。好 ，Hey boy。好，你2動都做會了哦，好，很棒，很棒。頭多教的課程，大家學會冇？接下來就聽聞先生向下做下去。接下來要分享的係個祈禱的伸展動作。你第一個動作就是雙腳交叉。一隻腳是前面，一隻腳是後背。好，吸氣，手伸起來，吐氣，你慢慢來慢下來。好，你慢慢的放起來。來落彎腳，來相同哦，吸氣，吐氣，慢慢的慢下來。好，慢慢的放起來，然後再來慢腳，好，你先企穩，企穩之後，好，吸氣，吐氣，你慢慢的彎，慢慢的彎下來。好，慢慢的起來，你再來彎腳，來吸氣，吐氣，雙腿慢慢的彎下去。好，慢慢的放起來。你偷偷去綁的時間，可以感覺到我們的腰骨壓傷，還有我們的腿部、腿後肌群就會有綁到。接下來的動作，我來綁的股四頭肌，就抬腿的前側。好，你先綁我們的左腳。來綁起來，好，不用輕鬆。你再彎過來，你的右腳，
好，不用輕鬆，連將個腳通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好，安尼咧太落筆，常常不管是平常運動，也係行路跑步，安尼咧前側的肌群都會長滿緊繃。好，你借着這個動作，來慢慢來將你的股四頭肌、抬腿的前面來放鬆了。安尼再來一道哦。好，慢慢的不用輕鬆，安尼去放的時間，好，慢慢的來。好，不用鬆了。一下你們伸展啊，你的肩膀的部分，好，你的手心向上，好，慢慢的壓高，壓到最重，最後擺，慢慢的下來。好，再來一擺哦，慢慢的壓高，到最重，最後擺。慢慢的下來，慢慢的壓高。好，你來轉左手哦，雙手相同，慢慢的壓高，到最重高，最後擺，慢慢的下來，再來慢慢的壓高。最後擺，慢慢的下來，最尾強，慢慢的壓高，到最重，最後擺，慢慢的下來。安尼咧伸展的動作越慢越好，越慢越好。安尼咧肩關節可以展開的動作，好，角度就越來越大。接下來要分享的項個運動之後，要做為緩和運動，安尼面到瑜伽墊。體的動作相同，安尼間數中的，安尼都是當個，安尼做安尼的腹部呼吸，安尼吸氣時間都是慢慢的鬆起來，哦，鬆到最高。吐氣時間，慢慢的消下去，乾氣，再來一道哦，吸氣，肚子慢慢的鬆起來，吐氣，慢慢的消下去。好，吸氣，安尼送到最高時間，安尼可以停留3到5秒。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吐氣，慢慢的消下去。安尼再來一道哦，吸氣，慢慢的鬆起來。數到10個時間，停留3到5秒。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慢慢的吐氣。安尼接下來行個要表順安尼的腰臀，好，來慢慢來轉，慢慢來轉。
慢慢的送過來。可能彎腳，再來一道哦。可能接下來行嘅變數，可能咧相對嘅動作，可能將樹變到另外樹嘅一隻樹嘅地方。經過教嘅課程，大家學會冇？能將運動變成習慣，有好嘅運動，能身體那會越來越健康，心情那會越來越喜樂。聽通，能下次見。